新北市社会局今年委托经生少年关怀协会经营10支少年福利服务中心，今仔日开幕啊！除了甲规个空间翻新以外，也展示少年家的作品，鼓励因着爱培养第二专长。伫台顶唱出美丽歌声，今年18岁李博文为高中的时阵，就来10支少年福利服务中心。伫遮有食阁有掠，会当算佚佗物仔，嘛有社工陪伴开讲。其实我蛮爱洗手的，对我很爱这里，这边我已经做这边的第几组了。10支少年中心专门关心弱势青少年，今年换予经生少年关怀协会经营。协会特别将规个空间翻新，甲少年家做伙油漆，佮甲办公室刷去边啊，大厅留予少年家学习休困使用。常态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些学习区的概念。就是在这个现场有很多孩子可以学的项目，找他自己喜欢、有兴趣的主题，像是音乐啊，像刚刚的唱歌、音乐、戏剧、绘画、舞蹈，或是静心等等的方式，去表达他们的一些情绪跟想法。社工请老师带少年家做地课、唱咖啡、参与讲座、唱歌，让少年家伫遮发展多元的兴趣甲专长，伫过程中体验生活。记者林世社桂林新北报道。